收看向前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哎呦，又见面喽！哎呦，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乡亲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哎呦，咁樣當歡喜人個鄉親朋友全部嚟釣鬧嘅啦。一定會啊！打電話來報名參加，因為咧係嘛分享其他嘅呢個鄉親朋友嘅呢個熱烈，能夠到現場來替那個參賽者支持。冇唔錯，對，等於支持我哋嘅鄉親同樂會節目㗎。係啊，你講鄉親同樂會就係留大家來同樂。就會留大家來看表演啊，拿獎金啊。係啊，反正假日唔掉起來嘛，嚇，就來鄉親同樂會行行嘅，嚇。嘿，接接來介紹你嘅評審先生咯，赤鐵國先生、陳明珠先生、王子賢先生，三位評審先生全部介紹睇嚟嗬，接接來看你嘅今晡日動精彩。係喲，有才藝佢好嘅哦。啊，頭先有看到。有看到係咪？哦，繼續來看踢足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。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心中啊，土生火火，万里向上啊，天来火，万里向上啊，天哟。钱咯，伊拉只呀爽，伊拉只呀梦情龙讲，你梦爱万里唔得啦，钱咯。帮手啊，救我！弥陀安好，什么人得？呀呀，有办的考生啊，先咯。心中啊，土生火，万里海中啊，心来火，万里海中啊，心哟。万里唔得啦，钱咯。师傅啊，打天火，万里土地啊，擦来火，万里土地呀，擦落。江山唔得也袂丧事，呀呀有万的考生啊，先咯。
安住这是蒙太卡，重赏鼓励。不吃年后，好，阿弟姑，阿弟姑，太干年康嘛个，阿弟姑今年伊都年生， 5年生，年生哦。唐公亲生时就好创三个咩？好，好依旧咧。好3年呢， 3年呢3年了哦。嗯，你要好好的发扬光大，知道吗？你背后好不好背了很多使命哦。使命，那呀好，传承给使命啊。好沉重哦！我就只不过来唱个山歌，想要来拿奖金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刚有唱到那些，那呢，恰可以给先生来讲一下，因为我们谢老师对这个山歌相当有研究的。我们错。后来安尼蒋小弟弟哈唱得相当好，因为佢嘅声又相当亮，相当亮。但是我亲接看到佢去比賽哈，因為我要到竹動伴奏啦，甚至講新竹伴奏就看到佢比賽，特別就唱也數個位，唱得相當好，所以也算也個成名曲啦哈。但是我有講過哦，小跳我唱，中央三太跳我去讀學記，嚇三太跳係你去讀學記，嚇，因為也生安好，因為將人家客家山歌再繼續嚟傳承下去，好冇？佢哋唱得當好啊嚇！再加油，再加油！係，謝謝。是蒙嘅呢個車前生，哎呀，山太跳唔掂哦，你曉得嗎？山歌子，平板，落山歌，哦，都曉得，唔會唱嗎？為麼？好多嚟。我種平板聽聽。平板聽聽哦。下一轉，再帶嚟平板，好冇？哦，今年先來順福歌啦。係啦，哎呀，順福歌用版的，老師請給。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。你們是圓夢嘛，對不對？我也想要圓夢。哪一位可以舉得起來我們姐姐？我剛剛已經有先去上。謝老師，請起過欣賞。老師請給燈。4、3、4、7、5分，哎呦，一致通過啦，一致通過。阿媽，成功誒！係啊，你看，我哋得到呢個紅包2000條哦。還剩幾條來哦？哦，好，剛才能共下來看海族嘅表演。法术哈，你是唐高某。法术哈，佢都你們嘅法，你係行過去。該風風啪啪嘅法，球跌到你面前，跌到你肩背，跌到你腳下。法術哈，你是唐國某。法術哈，佢都念念嘅法，人係行過去，該風風拍拍嘅法，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。跌落你腳下，法術哈，有一件藍衫點美，法術哈，有一
做过的人生，做过的什么嘢？就像街满天花，来来去去，唔知几多少。发树下，发树下，的发树下。送上欢迎，谢谢我们的展梦园艺术，哦，真的是圆梦哦，真的好厉害哦，算是老师级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哪位是我们的啊？是老师？好巧哦，都站中间。大家好，人家就是展梦园艺术舞蹈团，也是梦星，然后这个是叫什么？静妮。然后这是他的舞伴是逸翔，然后他们是青少年的拉丁的冠军。然后这个是我的舞伴是翔毅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然后我们是业余组的拉丁舞冠军。你拉丁舞都主修拉丁舞吗？对，那这位这个是以军，然后后面是他的舞伴焕然，他们是大专组的拉丁舞冠军。哦，他们两个在交流的时候，那个表情是很有张力的。哎呀，对，很像很有事一样。某师啊，真的很戏剧，好好看哦。全部都冠军呢。那个冠军啊，老师级的了，就我们之前说的叶瑞美老师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培养出来的精英啊！哦，真的。有的还武力全开的选手，对，还有出国去比过赛，对不对？参加动作嘅比赛啦，9个啦。真紧，对，不错哈。是，哎，那个哈，你们是圆梦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想要圆梦哎。我圆梦跟梦对啊，因为我在家跟我老公练习那个被男生这样抬起来转一圈的那个。你根本圆梦呀？对啊，我想说，哪一位可以举得起来我们姐姐？我刚刚已经有先去上，谢老师，掐几个欣赏做对了。看他算的吧，他说里面有练压铺分。不，有啦。你说把一结转的嘛，黑暗的，出来公安局结果都得枪，真是的。也跌高。对，我改天有机会再去向你们讨教一下哈，我也可以展梦。哦，这个需要练多久？我觉得那种抬在天空，然后这样飞翔的感觉。对，我在家跟我老公练习，我老公都抬不起我。他说没办法，一抬起我第一次就闪腰。对，没办法，这还是要到那个去学个专业的。我会练习的，真的要练习哦。这个学多久了？我们平均有10年左右。哇，对，我们从小时候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。对，一定要舞蹈底子啦。对，好，所以我只能练转圈圈的就可以了。可以跳天鹅湖之类的。老师刚才说要先练劈腿，他在旁边一直讲说要先劈腿。你不是会吗？老师刚刚在看的时候脚已经在劈了。他刚才就一直。老师很常劈拉筋了。老师很常劈腿啊。老师你不是会吗？你不是会？他要出去表演。哎，妹妹，还练那田径队，我不是舞蹈队，呀就开始。我请你不要再来乱了，请你攻你的专业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子轩来，我们听我们子轩。哦，刚才那个团长哦，大家那个舞蹈那个张力一过来的时候，哇，到我们前面的时候。心中一阵小鹿乱跳啊！你是说男生到你那边小鹿乱跳，还是女生？男生女生都在跳。我想要一阵
怎么脸一阵热？原来是灯光照在我脸上。哦，这要可能哦，可能提早老化的现象。不是。不过我觉得他们很棒哦，除了肢体的张力以外，给到表情，好，给到模型，全部都很专注。男生，我跟明珠讲，他们眼神都好有戏哦。对啊，好有戏啊。如果是你跟明珠老师的话，有办法这样交流吗？四目相交，可能比较没办法。要先劈腿，他一直在我们旁边说要先劈腿，一直跟我们两个说要先劈腿，这样。老师还是你要表演，还是要表演一下。老师表演眼神对戏好了啦。所以要嘅唱嘅條表演就做得啱啱好咧。你跟我们还演哦，对，就是各方面都相当的好，从肢体到眼神哦，还有那个默契、那个圆润感，对不对？没错哦，其实眼神会给另外一半，就是给他的安全感。安全感。对。哎呀，你们相当有安全感哦。默契很好。都跳这么棒了，这一定是破表吧？唔怕，来看那个评审欣赏哈，分那个舞蹈团哈，得到几多嘅分数？老师，请给灯。哎呀，一致通过。给奖金。廖团黑老师级啦，老师级的舞蹈表演哦，这里得到那个红包2000块哦。谢谢你们啊，那么精彩哦。好，继续来看下一组表演。
谢谢谢谢，你今天也好美呀！来，哎呀，我没想到至少，哎，杨广东，我从国外冇想到，看我喷一个啊，陶笛呢？要很多吗？要挺东记的陶笛。陶笛呀，7、8年前学。现在这个比较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为了说参加乡亲同乐会，我就这几天在练。重复复习一下，不然都会忘记。东进长第一，它这个真的比较难，跟我们一般学的那个笛子也好，乐器也好，那个孔比较，它的孔只有3孔，比较不一样哎。一道孔6孔，哦，会不会还有啦？我國小嘅時節，我有噴歌。這個啊？噴歌直笛。哦，那每個小學生都會的嘛？有啊，我就會練。當就先從望春風開始。我就會噴練數。哎呀，這都耳熟能詳的。最後一秒。第一秒吧。我第啊。我覺得你跟謝老師是同一國的。對，你們兩個前面啊鋪陳有沒有都鋪得很好，還有閨蜜哈，都也不打不起嘞。謝老師剛才手已經在練習很久，很想要表演。老師他真的有想表演。你的劈腿先練好，好不好？練好再來直翻。拉筋。哦，拉筋是第一步。唐坤，你嘅評審先生吼，用白眼講。那個民珠老師。好，我知道阿 Kim 之表演都懂好 ，TP 黑吉刚刚都会最波迷的时间，你全部就我们复演给停下了，结果是变换节奏，对，而且到下一次的时候，我们还唠到给又要再加快一次，我觉得他让大家懂很有惊喜，这样很厉害啊，他很可爱，什么，所以他给我们满满的惊喜，就对，超，很可愛。solo 應該到嘅。好啦，帶來按 surprise 的表演哈，也很有心。我唔錯。做得拿到一道分呢，係咩15分滿分呢？老師請給分。對，評審欣賞1715分。什麼？6000 Q 啊，好棒啊，太棒了，謝謝你啊，謝謝來獎金提下嘅哈。以後穿的哈。噴一首《望春風》就做得到6000塊啊！你偷偷摸他也講那個1號村到底會不會聊天啊？他很會變節奏。原本那個《望春風》是比較抒情的，他變了前面2個慢呢，還有背中快板呢，安尼點嘛？阿哥最後面還以為他要再來一次，我以為他要跳舞，結果他說下次再來。哎呀，什麼？我又在那麼驚喜又那麼快樂的一個氣氛、一個節奏、一個氛圍，準備要結束我們今天的節目咯。冇錯，天師給頭前嘅觀眾朋友，然後看到你按到精彩嘅表演。還有，有心情的話，你心裡會癢癢的話，那一天話好大，向前途攞飛報名專線哦。冇錯，今日感謝您嘅3位評審欣賞，還有今日嘅參賽者表演者。什麼你向前途攞飛，大家來上飛，下次見。